個人保護嘅情況之下，我盡可能係想點咧？我盡可能係令到一就係個對手唔可以再打我，二就係我有空間可以逃走，二揀一甚至兩樣都做晒。OK， 咩叫做令到對手唔可以再攻擊我？包括我降服咗佢，包括令到佢已經冇咗意識再攻擊，或者我令到佢冇辦法再攻擊。舉例關節技，不論係鎖斷佢又好，不論係打斷佢都好，係咪？你令到隻手唔能夠再正常地活動嘅時候，你咪就係所謂嘅 disable 咗佢嗰件武器咯。你令到嗰例如佢隻手揸住把刀又好啦，出拳又好啦，令到佢冇辦法再出拳嘅時候，你咪就係叫做 disable 咗佢咯，將佢無效化咗佢嗰件武器。咁呢一個係自衛嘅其中一個方法嚟㗎嘛，即係我唔使打死佢，但我起碼令到佢唔能夠再攻擊我，啱唔啱？好啦，或者以柔術嚟計啦，嗰時候會想點咧？最好就係令到個對手暈咗就搞掂啦，係咪？個人都暈咗咯，咁咪冇對手咯，佢都唔能夠同你打啦。其實